兆榮鋼鐵巴士站起步，往青山灣漁民墳場方向走，途中穿越破爛的鐵絲網，往石鼓山南坑方向走，旁邊是小冷溪下園，有路杯可跟。沿起石鼓山南面，匯入小冷溪流至小冷水路，有個頗美的小瀑。石鼓山南坑出入間容易，間中有舊白色大石可打卡，間道暢順亦有絲帶引路。可走左邊避濕腳，左邊好像見到有石屎的物體，約150米見右邊居然有條坑渠。山上少見當然要打張卡，續上數石鼓山南坑160米跟絲帶左邊離間，回望踏石角方向，接上灰路上石鼓山，遠望填料庫，遠處有個藍色物體，原來是警告牌。沿山脊繼續走，石鼓山323米，下一站是青山西坑，後再攀上青山西崖。青山西脊很清晰，青山西坑是望後溪的右緣，所以我們先下掃望後溪，再在分園位轉上掃青山西坑。環境清幽，跳板石，很快就到達分園位。再望後街前覓路入青山西坑，入間位，網上找不到資料，就知要帶備花剪。青山西坑的主園是直上直升機坪，我們選256米右出的一條分支，直上青山西崖，約360米爆林道開陽位，繼續沿坑直上，又繼續出展。最高處是青山西崖，窮園繼續覓路，懸崖底向右走，途中有不少頗新的剪口，從這裡攀上去，手腳位少而薄，再續上，覓較平緩的位置攀上，剛從面橫移過來，續攀上青山西崖。上面還有另一幅崖壁，這裡有一個大平台可以欣賞周圍美景。平台上留影，踩草向上，回望，上面是青山南脊。青山的東面比西面天色更好。青山南脊留影，向青山頂方向走，很高清。這裡有幾棵吊鐘花，向寒靈片石停落山，巨石留影。這角度可還看到微波無線電站。走青山北脊，再轉右往孤增石方向走，路杯清晰。孤增石要航拍或站在青山徑才看到，哪一個角度最美呢？我覺得是正面，像一條眼鏡蛇。離開孤增石繼續落山，途經打卡位，留影，繼續跟路杯落山，到達無線電轉播站，回望白崖向孤增石，經青山自徑到輕鐵青雲站散。